小米咁啊，林 Sir 點睇佢最近嘢走勢啊？第一樣嘢咧就係佢之前配股咧，大約好似係53蚊嘅呢一個咧區域咧，我相信咧就行人止步啦，個個都知道，哇！俾你翻家鄉，之前認嗰啲股咧，哇！嗰度有幾廿億咧咁掟出嚟嘅喎，係咁所以53蚊係一個超級大阻力，好難咧係上得翻去53蚊嘅。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話小米嗰個汽車嘅失事嘅事故之後嚟講啦，追小米落訂單嗰個熱情咧係減弱咗嘅。雖然佢都唔擔心未來呢幾個月咧交付，咁但係去到6月份打後嘅訂單咧，你都要需要佢噶嘛，你冇新訂單，喂新廠落咗成嘅時間，如果你訂單唔配合，哇，咁你到時嚟講咪有存貨咯。咁所以呢樣嘢嗱，未來存貨咧係小米嘅一個咧關注點。小米如果佢唔喺個技術上咧澄清就係話個門鎖嘅安全係得到解決啦，啊以後就算你咩撞車啊火燭都好咧，都開得到門。如果佢唔喺呢方面做多啲功夫，唔技術改進咧，我相信咧呢一樣嘢咧俾好多其他嘅競爭者或者想抹黑佢嘅人咧炒作，係話佢嘅汽車唔安全嘅。咁所以係一定要盡快改善咗呢個技術嘅難題。